周到。住手！展开，展开！怎么回事啊，老杨？这还是个高手呢。吃瘪了吧？啊？咱们是来办正事的，没必要节外生枝，争风吃醋。你看，走吧。啊，此言差矣，兄弟。现在不是争风吃醋的事了，是我面子的事儿。我要让他们知道这是谁的地盘，谁才是王法，爷就是王法。跟着，酒醒了之后看着，看我怎么罚你。哎呦，公子，公子，多有得罪了。我不知道这姑娘是您的丫头，要不您把她让给我，我给您1000两银子。我出2000两，我出3000两，滚！周哥哥，周哥哥，哎，我老三儿。